最中意收食得嘅禮物。我呢個套裝入邊全部都係社企嘅產品。呢個係星星堂嘅歪果麵，佢係用生得唔靚嘅蔬果去做麵。呢個係永樂粉麵廠同埋香城維菇一齊出嘅辣木蠔菇麵，入邊有3個係香港種嘅菇，香港整嘅麵。有2樽2澳嘅素食醬，純素嘅素肉碎同埋純素嘅冬陰功。我 check 過，2個都係冇5辛㗎。食麵最緊要有乜嘢？套裝仲包咗一隻充滿香港特色嘅公雞碗，外面呢個袋都係純素㗎。買聖誕禮物之餘，仲可以幫到唔同嘅弱勢社群。邊度有得賣呢？帶你去睇下。就係旺角朗豪坊嘅人情味手信街啦。今年已經係第2年舉辦，雲集超過20個本地社企品牌。除咗有純素嘅美食，仲有充滿香港特色嘅紀念品。現場有糕點時光嘅低糖甜品，節日消費都可以好有意義㗎。朗豪坊咁方便，一於去 shopping 啦。